嘅阴谋。天那么流动，从爱爱飞到那沙，飞到那沙。 揣唔走嘅思念，天那么尖的短短两截，飞到那下，飞到莫爱莫爱莫爱呀，真正的自由。 下盘以后母子，一年个一年还更有给米汤，爱喊起的安乐给甜了苦。 发生哪一个事情？刘六长，慢点跟我去做。教授，做起做起唔錯啊！既然同學一件事情，姚先生本來同波，應該險而冇我哋做嘅。險而冇我，冇錯。呢度嘅保護同學，係因為喺公本沙飛叫佢處理嘅，一件事情會變到更加複雜。 你都在想嘛啦？方面先生，无同胞是犯法的问题嘛？按规定啊，未满16岁少女怀孕，就要以性侵罪案件通报，你还用做一个先生最基本的责任啊！你有乜唔掂啊？啊，你还渎职唔掂冇啊？先生嘅責任太多誒，學生嘅發生乜嘅事情，都係先生嘅責任。喺家庭呢？ 沙邊咯，同學之間冇責任咩？教授，事情已經發生咧，冇唔錯，只要跪天來判事情最簡單。唔過我呢已經同同學嘅家長討論過嘅，家長想去保護自己嘅妹嘅，冇想去同事情滅態。我哋將會時代考慮解決，也將會捱能保護同學嘅方式。 因為民村係想去繼續代替一個學校讀書，你想看哪？係講事情滅態，你係民村，我會同同學來相處啊，唔管用乜嘅方式，我認為我又唔會傷害到同學來做前提，我哋將會保護尊重人嘅做法，我哋將咩係一個好先生嘅責任。方言先生。 這件問題嘅判法有千多種啦，啊唔過呢，你做得做嘅，就要為學生嘅一個正確嘅示範，希望嗬，佢隻沙啲全就亂起來咩？教授，我唔係一個意思點啊？好啦，唔好講人頭啦，嘅，你攞人潛數啦，可以問人做嘅，去啊！ 相逢良夜，名片哦，叫埋拍條啊，這麼吞就擺一條啊？明顯係會做你男嘅人啊？我講一條要會冇啦。好啦，我本人處分哦，仲比人本人處分還個好啊！
唔想去调出去都市风咧，有一条记录啊，对人中会唔好啊。啊，对我考这啊，我考这唔好就吃烤鸭。哦，好啦，我感觉啊，我没有一音。其实高中啊，讲的无唔错，但你张腾对我讲啊，我有勇气做错嘅事情，结果今日这搞赌赌的，啥里面？我哋嘅想法，一条生意呢，应该咩强用？朋友之间的感情，纯错也唔错，更加重要。遐安尼，应该係安尼啊。先讲哦，两个呢？我本嚟兼职哦，你带份哦，希望啊，我就行咗去高中生，翻工。哦。顶闹呢。你有考好地位无？刚喏，就安尼啊，时好时坏。还多一个贴身保镖。我妈妈叫我要看紧你啊。I watch you。唔知几个托喊我去学校上课。佳佳很勇敢哦，在上学前硬说要来这边看你。明春啊，发生这么大的事，你怎么都没有跟我们说？你是要吓死我们哦！你们两个哦都一样的，闷葫芦姐妹花了。不要讲这个了。你娘妈妈呢？记起潜意识的，错误你消费叫给拧来，还有老阿爸离婚的事情，佢也还该动犯。所以他们会把你带走吗？不知道。没错，我知道应该问其他着伫事情很慢里面出来的，反正就应该做迄关啊。对，反正就应该要做去管啊。唔爱惊啊，唔惊歹啦。我开导阿爸，你阿爸安尼对你，俺小去做歹啦。你还没有说为什么呢？然后算了，女生都一样了，那么多秘密。俺知道，阿爸应该唔系挑事的。还忙生红金钱，俺都冇那种感觉。一直知道，你老些年那天。歹势，我也好长大，无野学的，我每次家己生日的。不过有丧事，没有动都无奈何。可能年纪也着起家，免唔着用家杀，错无？错噶，大人又不是万能的，说不定。真的有很多蒙奈何啊！我妈妈也是，佳佳，说不定你爸爸也是啊。不相信哪有那么多蒙奈何啊？女儿命来，还我女儿命来！魏国庆，叫你女儿出来！他把我女儿害死了，我要帮他。
司长，这陈夫人哦，喊你我要叫呢。你又会搞他词的，你拖埋个命啊！无，我打电话喊警察。唔是，硬去就好嘞。我要你女儿一鸣第一名啊！我要我的女儿！魏国旗，你还我公道来！你还我女儿来！还我女儿来！还我女儿来！丁太太，你听我说，你的心情我很能够了解，我也是一个父亲，我发誓，我一定把凶手揪出来。别难过，别难过。我要我的女儿！我要我的女儿！我要我的女儿！先回去休息。家家行喺唔講，毒片喺哪裡來？我爸講，家家喺唔講，根本無法度報警。青山你推起就好咧。劉飛倫你啲輕創啊！其實生意你媽佢就冇做，家家就舉起嘅戒護所，你點解買個地方啊？家家哦，都唔掉啦。我爸都冇想去插嘅。聽說在做到叫條狗毛子，莫漢白嘅相片就會變做係家家嘅。佳佳，我觉得你应该要把药头供出来呢。你自己不是说坏人应该要被关吗？喂，这么改啊？骑到上面了，你有病啊！神经病啊你！哎，好啊，我们好欺负就对了。哈哈，还是会怕哦，以为我们好欺负嘞，不要被我遇到啊！开汤、观外观、审查色、闻香气、评滋味、观察底。重游嘿，汉拜种凶手老查米有关嘅事情，系压下底，我做埋。你會講唔會談啊？中年客同好，做一年無雙，靠一年種。你漢拜要做埋，係漢拜嘅事情啊！你也好，我為拜六嘅比賽做準備啊！係拜六我去查比賽天數，然後去參加同志大遊戲。孫沙郎唔講，係唔會帶免學嘅。我一本睇家今年嚟係同性戀。阿 Ken， 出來。OK 啊，唔記得問佢態度啊？人兩男嘅講法，最有同態度。我不過人平常時有乜嘅態度同男嘅講法，唔過啲學校啊，對任何嘅裝備都裝唔得啱嘅，係裝人嘅偏見。偏見，
因为骗嘅，大山都让人讲买骗嘅，同时呢就唔系人嘅，就莫是甲骗嘅系，请出来做起甲听听啊，做乜来做唔得啊？钟远 K， 你同勇敢做自己，无限上纲的迪莫啊！佳佳，你干嘛？玩具熊而已，你吓成这样哦？什么礼物啊？你认识那个人哦？哎，佳佳，佳佳，一路，今天遇到的事情，不要告诉任何人。为什么不要告诉别人？我不想要让妈妈还有神父担心啊。玩具熊有什么好担心的？我还是没有办法去学校，你帮我跟老师讲，我先回去了。哎，佳佳。爸，嘎嘎，爸爸正经摕古早，照顾顶一家，下了较想清楚。那个妹，并嘛该涂重药啊！你就留你遐戒毒，嘛个都唔试试，眼拢也妈妈，行也嫁过，都会保护你。老爸爸讲，你卖毒品囤你，药都会卖你。人也正讲，我想办法，我警察莫来吵人啊！哥哥，做对老爸阿妈讲，你真嘅唔对啊，爸，你人系电视好无？你家中莫讲我亲爱啊！好，爸爸让你想办法，好。哥哥，家人听说做的吐过药管哎，哦。摇头，大家都顶个每日摇头，都在为讲无啊。你报电的嘿？
然后其他人讲出来就会没事情哦。哈？你爸爸妈妈恩怨干啥？你上恶意死，其他人要天顶死哦。我爸爸讲，叫我人会天书，应该没问题啦。礼物。总不得个事。总不得个事，总不得。伊是写就好个啊，伊是写就好，莫相干啊。哎呀，总不得个事嘞，总不得个事。伊是写就好个啊，点嘛，你个上麦啊，总不得啦，伊是写就好个啊，要分别爸爸妈妈什么？伊写就好，正经啊，当听诶，总不得啦，正经当听哦，总不得啦，总不得啦。来，有甜无？阿免存。先生，原来迄上个问啊，到底嘛呢？迄生年嘅爸爸错无？啥讲话阮唔讲，那就定唔会讲的啦。不过，迄讲根本是水底下嘅，迄尔好朋友，唔会用的。有一种有得蝴蝶效应的东西，其迄讲，搭三人嘅性动作，都有可能会影响到世界另外一片、另外一层嘅生命。先生迄想，伊一下唔讲，会影响到乜人无？那其实正经想要老人讲嘅係。做得用无强样嘅人生，唔永久做有现在的机会。味啊，阿梅煮嘅咸菜干肉，真好食啊！我本大家一年来系同性恋。
去参加游行，做证明嘛该。唔去做，用我弟。庄严节，也迄出去，就唔是搁做落来。你就唔爱爱，爱做落去，你就会爱爱嘿。小杰啊，你不要做事情呢。一怒，如果我晚上又毒瘾发作，或是反正是不正常的时候，你就拿这个哭。哦。不对啊，你要干嘛？睡觉啊。睡觉？对啊，我爸跟我妈监察检察官，就只有我一个人。哎呀，反正我不想一个人了，你陪我啦。好啊，又不用睡了啊。安怎来来？医生讲，体壳的血压大，了量就好诶。你调调呀哦。老板娘，你请了。吃饭了。小杰他回来了，你看行李。不过小杰好像很不高兴的样子，好像要去台北参加游行，因为神父拉回来。神父说啊，连自己的母亲都不顾了。他也不想理他了。啊，不说这个了，先喝一口汤哈。小心烫哦。哦，对了，你离婚的官司现在怎么样了？律师说我胜诉的几率很大，不过赢了又怎么样？日子还是要过啊。小佳，你要干嘛？小佳，你要干嘛？出去！走出去！不是！走开！你走开！魏佳佳，走！你走开！魏佳佳，不可以！我出去！我要出去！佳佳，你让我出去！你跑哪里去？魏佳佳，小宝，小宝来！我出去！姐，小宝，你快点！快点！小佳，小佳，好怕啊！死人！佳佳，好了，佳佳，你把他抓好，喂，佳佳，佳佳，哎，是吧，佳佳？给我，你好了，给我，佳佳，不可以，佳佳，我给你好，好了啦，佳佳，佳佳，不要这样子，主啊，你可怜我们佳佳吧。佳佳。
还老人都伫啊，唔免输火咋？应该还记得，你阿爸是老人偷火钱的。我不想去。走啦，长发，弟弟让你天数。走。出来，没有人可以救你。我不想去。走啦。先生，你进来了。你潘公司金钱而嫌跟我报告，你都很无谓啊哈！进来做买。也迄种面存的事情，有我冇挨压，我正经定的很用的，大部分明显就定在在面前，啥冇人看到啊？乜个意思啊？还有咩事情吗？呀，就很期待下点嘿。啷个？我挨压送本看冇？不是嘞，信上迄想要推荐你去参加今年的高中职考试，用同等学历。也迄高中的招生简章，也报的也学习态度了功课不懂好，也吃都很做点事可呢。你是谁？也迄唔来好搞研究，替拜人来公安自谁？李伦已经大受安多时间嘞，我会较拼着的哦，加油！你干嘛一直跟我啦？我会担心你咩？啊，就在学校还有什么好担心的？我上厕所一定要跟，是不是？那我在外面等你哈。你在这边干嘛？哦，没有啦，我在等佳佳啊，她进去好久了呢。你去帮我看一下她在干嘛，快点。嘎嘎，嘎嘎，一诺，你赶快进来！嘎嘎，我帮你放起来。佳佳，你怎么又来了啦？哎呀，喂，佳佳。嘎嘎又有念头哎。嗯。也从来一直担心的事情，佳佳可能有精神方面的问题。我是森林女超人，你们这群废物笨蛋什么都不敢说，
你在干嘛啦？这神经病！你是闹场对不对？你是不是闹场？佳佳，干嘛？干嘛干？魏佳佳，你敢讲吗？你敢讲吗？你个笨家伙，敢讲你的事情吗？干嘛？干嘛了？我很冷静，我跟你讲，我现在很冷静，我超冷静，不要说干嘛？干嘛？佳佳，苏一琪，苏一琪，你拿来给我，你拿来给我，苏一琪，你个变态，变态！佳佳，你杀了我呀！好回啦！小黑記，小黑記，基本見面前要成個要險見我先年嘅那天，小黑記，記係算你放，攞嚟告我，所以佢開門啊！大家都變態，我是你的，魏佳佳。冇叫佢啊！走開啊！冇講埋啊！都走開！我幫你走啊你！真嘅話，會唔會有事情啊？菊花，唔該。明春，美純，明春，美純。唔講，東西蠻笨嘅。買都唔啲啊，今日未條事。我冇東西係蠻笨嘅。買都唔啲啊，死啦！笨幾片我把握啊！慢嚟都冇法，慢完就冇法度叫。洪祖父呢？先講家人真嗨啦，佢啊英國嘛家就氹唔進去啊。唔用我老七個面都係。還有哪用個啥？大奶呀，大英勇的啊！哎，见面说10年的啦，10年，眼汤你的线啊，都嘛个呀，眼汤你的线啊啊，唔来欣赏嘞啊，难的，难的，都得讲上海啊，你讲啊，可能是佢，你发什么事情冇啊？当地马来当啊，你想来做唔错事情的用哎，闷呐，见面全部给他大的时间啊，你就听啊。基本夾把打到唔了現在事情，全無然後嘅天數，輕係不給安慰，不給溫暖，不給安全感呢。我那邊做唔錯嘅，我輕人呢，咩乜要感情啊？我攞去談戀愛分數，幾樣樣嘅，佢乜嘅忙事嘅，佢把啲時間啊，將變做安太人，叫你用得聲人嘅啊，呢下人啊成熟太晚，壓抑太過啦，我也失誤啦，啊，人家屌人啊！這本儒家思想開查未啊？賣人講做善生，聽說就叫佢使用啊！係老唔講，啱呢，呢啲教學生係生非嘅現實啦。唔該用是神像雕過了嘅時間，你用係老係保證嘅，我係相信呢，結果咯。唔得用我真嘅，我係唔好啦。做你可以申訴啊！青島就問為可以搞書咩？你話現在有郵差的，我做了顧問。麻煩掉，走。教授，蘇先生調來好高嘅時間，老唔保證過乜嘅啊？蘇先生佢來之前就一本學生嘅控告性騷擾，已經問過兩件好教嘅啦。佢會性騷擾同學？教授，亞中明，你唔會佢做先生啊？我做點解就冇收留佢嘅咩？就沒發生兩個事情啊！
全就怪俺。恁厝有较好着的无？发生按多事情，唔用无老爱讲。嘿，爱讲嘛假啊！去喽！明春，一怒，你走开。树下，你是糖果吗？发树下，快乐绵绵的发，另一行过去，该风风啪啪的发。就跌落你面前，跌落你肩背，跌落你脚下。大树下有一个蓝山亮妹，大树下。有一个老师傅哦，走过给蓝山，走过的是为。哎，那地保迄个车，终于困清楚。要摆比南无去。双年节，你迄唔迄男的啊？你还没比到遐比赛，无限都分体兴运哦，你关心过去无？我参加买同志大游行，爱关心佢，今晚你关心爱啊？爱嘛个呀！抢股是讲唔是股骗人嘿，你们变到很吃屎啊！爱吃屎，你按上班需要勇敢做爱去噶，你讲爱吃屎？我唔讲你迄买同志，唔过迄男子汉，就为了我扛你不用提，哪去啊？出家门以后，一路上的风景都会无穷有。来吧，都把年纪大慢那一条，假使山川不是，也不会摇动，从乡村的路。景行竟然，爱景行竟然，头摆嘅朋友，景行竟然，爱景行竟然，该你爱有梦到，各种改掉，各模的，大字炮大刀，高官全部。同学，数学课本拿出来，上课了。最近学校发生了很多事情，我想大家心情都不是太好。但是人生就是这样，总是充满了很多困难跟阻碍。我们还是要学着积极正向去面对。然后继续过好每一天。
知道吗？知道。好，课本翻开第89页，上课。老师，我想要去上厕所。去。来真英雄一生人，出出本身嘞。我讲唔黑社会，唔就黑。即使消失会让大家伤心，却是短暂的，一定很快就会被遗忘，因为这是人性。老板娘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，小杰在学校出事了。阿 K， 好嘞，有人请电话，啊？唔好過來啊！一定要過來，嗌咗跳啊！好，我過來。阿 K， 莫跳啦，有在一條標上有希望啊！阿 K， 阿 K， 莫跳啦，莫跳，有乜嘅話要留阿妹講，好冇？你先下來，先下來。阿妹，是你了。什梦？真的？什梦？阿 K， 病人心跳、血压下降。带我走吧，那些人是来找我的。妈，我们离开这里好不好？妈也想离开这里啊，可是离开这里，你要妈去哪里啊？还不如自己先冲。是什么永远给你呢？只有勇敢面对现实，才有改变的可能。没有谁能够保护谁，只有手牵细皮笑脸，用锐利的眼神看向前。